好，嗱上到嚟單位呢個係一個三房套房另一個設計嘅間隔嚟嘅，一齊入屋參觀下啦。咁啊兩邊廳嘅設計喺衛健軒嚟講咧係另一種嘅戶型，咁啊多數係長廳同埋兩邊廳。咁分別就係咩咧？有一個長形嘅走廊位啦。咁啊先望望個廚房先，廚房嘅空間咧就相對長形廳咧會細啲，但係咧其實好夠用嘅一個 L 型嘅一個櫥櫃空間。咁呢個單位咧。咁啊，廳嘅露台咧就喺飯廳即係電視廳呢一邊咧。咁呢個單位嘅方向景觀咧就係向翻望嗰個天水圍嘅一個泳池啊嘅一個位置。咁我哋個兩邊廳嘅設計咧，相對上飯廳會分明啲，就好用少少嘅。咁我哋睇埋個洗手間嗱，套廁嘅另一個房係洗手間係套廁啦。呢個係一個黑廁，黑廁就企缸。O.K. 嘅，好。另外兩個房間，呢個係細房，咁啊做咗書房嘅書櫃位，咁啊但係景觀咧望出去都係公園景觀，距離會比較上遠啲。咁啊望埋另一個房，咁啊擺咗個碌架床啦，呢張碌架床大概3尺半到啦，我諗俾多半尺佢做都可以嘅。咁可以做個大少少嘅床位，咁啊暫時啲家私咧都會留喺呢個單位入邊嘅。咁啊主人房咧就最靚仔啦，就做咗個地台床嘅設計。咁啊望景觀都係同一樣，同個視點係一樣嘅。咁啊做個衣櫃位添。咁啊呢個房頭先講啦，套房嚟嘅，咁亦都有個套廁。套廁佢會有個好處，有一個細嘅生窗，咁啊做個抽氣扇㗎啦。咁啊都係做咗企缸嘅一個設計嚟嘅。好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對呢個單位有興趣想睇咧，歡迎揾傑仔帶你上嚟睇下。